美国的消息，美国的强烈风暴加利亚风造成真重大灾情，至少有27个人死亡，其中重灾区肯塔基就有19个人死亡。另外，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去互一只墨西哥的军舰弄着，至少2个人死亡。有可能是因为迄当阵的海流，也有风速的变化，害这军舰袂互动，才会安尼动起嚟。真大风车对加利亚风穿过居民的头壳顶，大家拢真惊吓。Hey man, it's a tornado, man. We're in the tornado. Oh! 一个搁一个加利亚风滚架造成重伤害，受过所在，所有物件拢被摧毁，厝顶被掀走，车吹变过，厝脆糊糊，真侪家庭被迫特地使车吹掩护。Because you can feel everything get sucked in.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，超过20个加利亚风伫几点钟内受过重波，伫这大范围地区，差不多有30个强烈风暴造成灾害。密苏里州、圣路易市、肯塔基州东部拢是受创上严重灾区，救援人员伫途就当中找找活人。Finally found some shoes. I was barefoot. 目前，密苏里州有人伫风暴当中死亡，有超过8万户停电。当局设在庇护所，圣路易市市长史宾瑟表示，这是这个市有史以来上严重的风暴之一。灾区一直到19，也有更较害天气，有缘爱改变。美国引诱起一只墨西哥海军训练舰弄到布鲁克林大桥，造成重大死伤。当局展开调查，不过需要一段时间。根据有经验的水手讲，有可能真侪因素造成。You had the tide bringing you in, and then you had your engine kick in. You had wind setting. You had about a 10-mile-an-hour wind, and you could see that from the Mexican flag that was on the stern. 初步了解，官员表示，这只船舰迄时阵朝向错误方向咧驶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